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 Hello， 需要帮您做介绍吗？好 Hello， 愛嗌聽唔少介冇。好 Hello， 愛嗌聽唔少介冇。麻烦你，我看不懂上面的中文。拜託來看無面頂嘅中文。拜託來看無面頂嘅中文。请问这些是什么口味？請問呢度係乜嘅梅水？請問呢度係乜嘅梅水？这饭团啊是鲔鱼口味的，旁边是肉鬆口味，那个是泡菜口味。啲飯團係鲔魚街，船項係肉腐街，街係泡菜街。啲飯團係鲔魚街，船項係肉腐街，街係泡菜街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再请问这些汉堡有什么種類呢？看起來當好食，個請問呢度漢堡有很多乜嘅種類？看起來當好食，個請問呢度漢堡有很多乜嘅種類？左邊是豬肉漢堡，右邊啊是雞肉漢堡。左手邊係豬肉漢堡，右手邊係雞肉漢堡。左手邊係豬肉漢堡，右手邊係雞肉漢堡。那我拿一个猪肉汉堡，还有哪些推荐呢？介嗌哪一個豬肉漢堡？係要推薦呢度冇？介嗌哪一個豬肉漢堡？係要推薦呢度冇？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新上市的麵包，很受歡迎哦。是的，看一下，我哋新出嘅麵包賣了1號哦。是的，看一下，我哋新出嘅麵包賣了1號哦。看起来很棒，有好多選擇。看起來當舒適，又當到好托。看起來當舒適，又當到好托。上面是 cheese 口味，下面是紅豆口味的。上擺係cheese梅街，下擺係鳳聽梅街。上擺係cheese梅街，下擺係鳳聽梅街。我買這個cheese口味的麵包。我買了個cheese麵包，我買了個cheese麵包。好的，你看這邊還有茶葉蛋、番薯餅。好，唔看呢片還有當到茶米蘭、番薯餅。好，唔看呢片還有當到茶米蘭、番薯餅。每樣啊都是超人氣哦。看起來很美味。特樣人客都當好呢。看來當成人食。特樣人客都當好呢。看來當成人食。這些餅乾都很有特色呢。那我買這包餅乾。呢道餅種下已有特色。安尼我買呢包餅。呢道餅種下已有特色。安尼我買呢包餅。請問你們有瓶裝礦泉水嗎？有啊，我們這裡有常溫或冷藏的礦泉水哦。請問人哋有安裝嘅礦泉水冇？有，我哋呢行有無冰界同冰界礦泉水。請問人哋有安裝嘅礦泉水冇？有，我哋呢行有無冰界同冰界礦泉水。那我拿一瓶常溫的礦泉水。安尼我拿一罐無冰嘅礦泉水。安尼我拿一罐無冰嘅礦泉水。要不要多帶一瓶啊？我們現在第二件有6折優惠哦。愛加拿一罐冇？我哋呢下聽一罐6折哦。愛加拿一罐冇？我哋呢下聽一罐6折哦。好，我就買這些東西。好的，請到櫃檯結賬。好，我愛買呢啲東西。好，請唔去櫃檯算事。好，我愛買呢啲東西。好，請唔去櫃檯算事。我想再跟你買一杯咖啡。我想嗰同買一杯咖啡。我想嗰同買一杯咖啡。咖啡哪裡都有，哎，我介紹你喝茶怎麼樣？咖啡呢都有，我小間飲茶愛冇？咖啡呢都有，我小間飲茶愛冇？俗話說啊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家。俗話講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茶。俗話講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茶。哎，這茶對身體很好呢。那這樣就再來一罐茶。茶對身體也好呢。開始來一罐茶啦。
茶對身體益好呢。該是來一罐茶啦。有台灣咖啡嗎？有啊，很有名呢。要台灣咖啡麼？有啊，真有名呢。要台灣咖啡麼？有啊，真有名呢。請問要冰的還是熱的呢？啊，熱的。請問愛冰街也係燒街？燒街。請問愛冰街也係燒街？燒街。中杯還是大杯呢？中杯的就好。愛中杯也係大杯？中杯是好。愛中杯也係大杯？中杯是好。好的，一杯中杯台灣熱咖啡。好，一杯中杯燒街台灣咖啡。好，一杯中杯燒街台灣咖啡。需要幫您加糖嗎？請你另外給我一包糖包。沒問題。愛同唔加糖冇？請另外個本來一包糖包。冇問題。愛同唔加糖冇？請另外個本來一包糖包。冇問題。你要嘗嘗台灣的番薯嗎？唔愛試看看台灣嘅番薯冇？唔愛試看看台灣嘅番薯冇？很香很 Q 哦。人說啊，番薯是個寶，常吃身體好呢。好，麻煩你。當香當 Q 哦。人講番薯係寶，常菜食身體好。好，拜託唔哦。當香當 Q 哦。人講番薯係寶，常菜食身體好。好，拜託唔哦。需要加購一個袋子嗎？好啊。愛加買一個台冇？好啊。愛加買一個台冇？好啊。這樣總共是190元，收您200元，找您10元。安尼總共190塊，收到贏200塊，找遠10塊。安尼總共190塊，收到贏200塊，找遠10塊。這是您的發票，請在旁邊稍後一下哦。這是一個發票，請到順行等一下。這是一個發票，請到順行等一下。您的加熱食物和咖啡馬上就好嘍。好的。也難燒嘅食物同咖啡，聽見是好嘞。好。也難燒嘅食物同咖啡，聽見是好嘞。好。這是您加熱的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和中杯的台灣熱咖啡，還有番薯。這是也難燒嘅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同中杯燒嘅台灣咖啡，還有番薯。這是也難燒嘅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同中杯燒嘅台灣咖啡，還有番薯。小心燙哦。謝謝你哦。不客氣，謝謝光臨。生意唔好錄到哦。羅拉。唔是生意，感謝光臨。生意唔好錄到哦。羅拉。唔是生意，感謝光臨。